您好，这里是张林视野。重大爆料，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6月7日，6月27日，全球首份独家震撼爆料由自媒体人真真爆出。他引述的材料呢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单超，那个就是单独的单，但是他在姓氏的时候他读单。单超呢亲口呢对爆料人承认，在2019年2月份，他的上级给了他4株新冠病毒的毒株，让他从中呢筛选一种感染力最强的病毒。单超还亲口说呢，新冠病毒呢是一种生物武器，他们接到的是研制生物武器的任务。自媒体人真真呢，披露了这段爆料。他说呢，单超的上级呢让他测试这些毒株的有效性，以及他们能够就是以什么样的速度感染其他的物种，特别是人类。单超呢在携带了人的这个就是 IC12 受体的这个转基因小老鼠，还有雪貂和猴子身上呢做了测试，也就是说这个测试是大量的，因为它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呢大概呢花了3个月，也就是在5月底6月初呢完成了测试，并且呢把数据呢提交给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另外呢，真真女士还介绍说呢，这个根据武汉病毒研究所官方的资料，单超呢是这个五毒所病毒疾病和疫苗学科的组长。2019年12月呢，到现在一直在担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另外呢，在中国呢官方页面也显示呢，单超呢，还是博士生导师。在2020年还曾经被评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年度青年人物。从2022年4月到现在，他担任了中共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研究室的副主任，也就是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病毒实验室的副主任。单超呢，另外他还指出呢，中共到这个他也旁证了就是中共到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也就是2019年的5月去传播病毒。这个应该是9月份，好像是，我记不清楚了。因为当时呢单超因为当时呢这个单超的几个团队成员呢在那几天从正常工作岗位上消失了，就是说单超都不知道他们到哪去了，他们就突然消失了。后来有一位回来以后呢，就含糊的告诉他们是去给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下榻的旅馆去检查卫生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检查卫生是卫生局的事情，根本不需要病毒学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使用病毒学家去检查卫生的。所以呢他们实际上是去传播病毒了，或者查看场地研究病毒了。对，这应该是2019年5月那时候，因为世界军人运动会在筹办之中。单超呢后来呢在2020年呢被调往新疆，他在从武汉飞往新疆的飞机上，他感到自己前途渺茫。在起飞之前呢，他给爆料人发信息，说呢他要去新疆再教育营给那个地方的人检查健康状况。这个也很奇怪，因为检查健康状况也不是病毒学家的工作。所以说呢单超呢也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呢，证明了呢，他实际上呢，去拿新疆人做病毒实验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冠病毒能够在美国、欧洲造成巨大的危害，因为呢，这个新疆人呢，跟这个欧美人种呢，有更近的 DNA， 所以说呢，单超呢，应该中共呢一直在拿新疆人呢做这个病毒实验，不仅仅是拿新疆人的器官在全世界销售。所以呢，新疆人真的很不幸。据爆料人说呢，单超在疫情爆发后以后呢，看到他身边的人不断的死去，感到相当的内疚，所以在2020年3月份呢，他把参与过病毒这个传播能力实验的事情告诉了爆料人，并且跟爆料人约好，一旦呢两者失去联系，那就说明他自己出事了，爆料人就可以把这些讲出来。
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在2020年是最后一次联系。现在呢，爆料人呢还不能够确认单超到底下落如何，是被打死了，是被处决了，还是被软禁了？所以呢，目前爆料人呢只是暗示性的投放了这么一些消息。一旦确认单超被杀害或者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那么爆料人呢，就会呢披露全部的信息。另外呢，就是说呢，广州金县烧炭党组团烧烤自己。今天网络传出一个悲催的消息，就是广州有3个年轻人相约烧炭。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个一段时间来，中国人经常相约去自杀，有的人是每人买一张车票呢，到张家界去跳崖，山上去跳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自杀方式，还有集体服毒。但是呢，现在广州这3个年轻人呢，似乎更悲催，因为他们呢，居然买不起几张到张家界的火车票。所以说你有看中国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悲惨，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走投无路，上亿的人走投无路。这些人呢年纪都不大，但是呢他们却感觉到自己前途渺茫。这3个年轻人也都是在网络上认识的，认识以后呢，他们彼此呢就是说呢，在网络上经常呢互相诉苦，就说生活的艰难。最终呢3个人呢受到启发，也就决定集体自杀。但是呢他们没有钱，怎么办呢？他们最后找到了一个更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烧炭。因为这种方法呢最节省，随便找个出租屋就能够进行。他们东拼西凑，最后才凑了不到200块钱，只有100多块钱人民币。就是要自杀的人，把自己身边手头能卖的东西都给卖了，也只能凑100多块钱。你想想，中国是一个多么贫困、多么可怕的国家。要知道，他们都是年轻人呀，最大的年龄都已经38岁了，还有一个36岁，还有一个将近30岁。你这3个都是年富力强，在美国你随时工作1天也能够赚上100多美元，甚至200美元啊。甚至300美元，你怎么可能就这样连20美元只能凑，连30美元都凑不齐？然后3个人采取的这个办法呢也非常的悲催，100多块钱呢，就只能买一点吃的，买了一点啤酒和一些烤肉串，然后呢给自己灌得醉醺醺的，一边就是烧炭，一边给自己灌得醉醺醺的，然后就死去了。真的非常非常的悲催。这里面很多人也许奇怪，烧炭怎么自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烧炭呢，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自杀的方法。自杀者呢，将自己困在密闭空间内，把这个木炭给点燃起来。因为木炭呢，点燃的时候，它这过程当中呢，它会迅速的消耗这个氧气，结果呢，就导致呢缺氧。不光缺氧，它还会产生一氧化碳。所以说呢，既没有氧气供给，我们知道是很快就会迷迷糊糊的。而一氧化碳呢，它是中毒，很快就会与人体血液内的血红蛋白紧密结合，使人呢迅速的一氧化碳中毒缺氧致死。所以说呢，这3个年轻人呢，据说呢最后几块钱的都是用来买那个胶带纸了，就是透明胶带纸呢，他们把自己所租的那个几平方的那个木屋，就把窗户呀、门啊，全部用胶带纸秘密的都给缠绕起来，让它密不透气。然后呢，另外呢，花几块钱买来的木炭呢，就用打火机给点燃。我们知道这个，木炭的是燃烧能力是最强的，就是说呢，你用打火机用什么东西都能点燃。点燃以后呢，3个年轻人呢就在那等死。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充满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今年是酷暑，广州那个地方可以这么说都热得要死。3个人事实上在房间里上待下去，在开始贴那个胶纸的时候就得脱光衣服，因为他也不可能使用空调来换气，他们甚至不能打开电风扇，就是说呢，都热得要死。那屋里如果外面的气温35度的话，那里面的气温可能都高达这个40度以上。
因为我在广州，我在海南都住过，那个地方夏天到处是热的真是热的要死。从早晨你8、9点钟就开始流汗，4月份都热的开始流汗，更何况现在是6月份，那是正是酷暑的时候啊。所以3个人呢得在那忍受几个小时的酷暑。所以有人就说到，又把那个木炭那个温度，木炭燃烧的时候，那个如果房间很小的话，那个房间的温度可能达到60、70度，那简直就是在烧烤自己啊，甚至70、80度。那简直就是在烧烤自己。也就是说3个人把自己活活的做成了烧烤，然后做成了烧烤的标本，就像烤乳猪一样，把3个年轻人就把自己活活烤死了。这是多么悲惨的景象。这个景象实际上就说明了中国社会的悲催，中国社会的冷酷，中国社会的麻木不仁，中国社会的这个残忍。因为很多人的确是没有生机的，你找不到工作，那个社会救济回到农村1个月就100多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呢，连20个美元都不到，你够干什么呀？所以说呢，这些年轻人呢，在城市里打工10年甚至20年以后呢，感到了一种彻底的绝望，在城市里没有生存的余地，回到农村呢，还不如死了更好。他们也不敢反抗，因为他们从小受到的这个教育熏陶都是共产党狠毒无比，进了监牢就要遭受蹂躏，他们也不敢。他们害怕坐牢，害怕到牢房里遭受残酷的虐待，所以呢，最后只有铤而走险，把自己做成烧烤来告别这个世界。